节目现场哈，今日恁讨论到係針對一種嘅發發休耕地，地北度講到一種受體就太天濃哦，也暫時對於無嘅部分要停止補助，唔過獎勵測量準則，希望做提供一種嘅進口替代啦，我哋受獎勵較高嘅農糧作物哈，還個地方特色變有機作物等等哈。但話講到其實台灣咧，還有人在種小麥，有人種番薯，有人種大豆哈，等等都有哈。唔過嚟看一下，那政策要推動成功，除咗從中央制定好嘅政策以後，地方政府也要嚟落力配合。唔過到地方政府其實因為講，禮拜中央所制定出嚟政策，其實都配合淡薄有埋困難呢，先嚟談一談地方政府佢哋嘅想法係乜嘢。那么我们从这个原来的休耕轮作这个来看，那么目前呢，大概就是第一个有关种植作物的一个方面，它呢就划分为四类的一个作物，就是进口替代作物契作外销作物，那还有这个地区的特产作物，另外第四种是有机的这一个作物我们希望呢将来呢这些农田呢最好就是能够按照这个政府所规划的这4类的一个作物我们来做譬如说做大规模的经营或者精致化的一个经营。地区特产就是说有地方来提报，可是呢，地方提报之后呢，中央要我们负责要10%的配合款。那如果说因为政府呢以后只负责2万元，那我们呢另外的话大概有2000块钱是由地方来支付的。那这个部分呢，在我们这些农业县里面，我们都一直持反对意见，而且是因为像云林县的话，我们的负债已经这么多了说实在的。要我们再去支付这些钱，确实也有一些困难如果有产销失衡的时候呢，我们地方政府又要负责30%的这个配合款。地区特产，莫你讲有机作物，也有奖励啦那么你讲地区特产，当然像屏东县来讲扣除地区也有个多讲蔬果类种瓜种麦的也就有青秧。整气，当然有很多地区特产，看那个农委会变是个通过嘛。那面对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转变，怎么就是说适当的让老人家的整个收益不受到影响，然后让就是说新进的有意愿耕作的一种新进农民可以顺利取得土地大家方面可能会需要就是比较细致的思考。当睇按到只地方，農業醫院嘅地方訴狀，其實對一種嘅中央嘅政策、禮拜政策提出很多建言想先請教一下我們蘇長，就是說，針對很多這個農業縣的這個地方的這個農政官員，他們所提出的這些想法並建議，那目前您會做什麼樣的這些回應呢？整體的一個全台的部分在我們共同的做的一個初期，譬如說102年，明年剛開始，我知道有些地方政府這邊可能預算編列不及，所以我們在102年的時候，我這邊特別強調的就是說，一樣維持每公頃2.4萬元的一個轉契作獎勵金不變。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會再跟縣市政府共同的來把這些項目把它找出來，一起來把這個產銷的問題建構一個好的模式，讓從103年開始。縣市政府有信心，農民有信心，那我們中央也可以大力來做一個配合。以上。好，那我想請教一下陳教授，就是說，剛剛已經有農業縣這個農政官員提到說，這財政困難還有這個配合款部分，實在是對他們來講有點雪上加霜的感覺，在財務上面是這樣子。那您覺得說這個部分有辦法做解決嗎？還是說你跟我們的蘇處長一樣持樂觀的態度，到103年這些問題都可以得到緩解？我可能會跟蘇組長的看法有點不一樣，基本上是因為我們的那個地方的財政收支劃分法裡面，讓很多的農業縣他們的那個財政非常的困難，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如果要農業縣的縣政府來支應，因為執行這個地方的這一個特產的這個補助，那只是因為10% 的補助，然後造成他們不願意配合，我倒是覺得說，就把這個原來你的這個美意破壞掉。所謂的這一個休耕政策裡面有一個最大的一個轉變的之中的一個，就是鼓勵地區性的特產。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其實你一樣由地方來申報，
中央负责补助这样的一个金额，其实就可以达到共同合作。那如果说因为10%他不愿意配合，那反而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美意。所以我是觉得那个到底地方政府要不要再补助这个10%是可以弹性调整，但是这个鼓励这个地区性的这个特产的方向是正确的。OK， 好，那我想请教我们张木村张先生啦，就是说苗栗县的政府财政其实也不是太乐观了哈，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的统计资料是这样显示。那您觉得说这个东西如果在您苗栗县来做的话，您实际耕作吧哈，您觉得说你会面临到什么样实际的困难？目前这种休耕转作这种我们要活化这个农地来讲，以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赞成的那一种立场啊，因为说真的，现在的休耕造成了农村很多的那个就业机会都失去了啊。如果能够我们现在政府有这种政策来活化我们这个农村的话，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大家的收入，那至少会留下农村的人口，至少会留下来，说不定更好、更乐观的人口会回流，然后会把青年的这个人才留下来。所以这一部分我是持非常赞成、同意而且乐观的看法。谢谢。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陈文龙陈先生是讲，不过这政策只有4年哦，因为在4年期间对发展休耕地有其他的天数呢。4年迄如果政府的政策无鼓励的时间，对你来讲，就会因为讲要持续做下去吗？我看政府讲啊，做白人餐的啊，满人做是有无延续下去，也因农民做就有较会成型。较会反省的，会讲，会讲哎，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苏主任，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谈到，其实大家对于活化休耕地这件事情都是给予肯定的了哈。目前我们知道说这个政策这一次是4年的期间嘛哈，大家看到这个4年又是又爱又怕哈，确定这4年之内可能会有效率来进行一些政策的制定跟推动，但是也害怕4年之后无以为继，然后那种跟政府之间的那种信赖保护原则或那种信任感又会再一次丧失，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隐忧跟危机。那不知道苏总怎么样回应一下农民目前这样的忐忑的心情？那我想一个政策有它的一个延续性，那好的政策一定会持续，但是会随着这个整个政经的一个情势跟时空的一个变换，我们会做一个弹性以及动态的一个检讨。那我想这一个活化休耕农地的一个政策，我想在这个中绳计划的一个4年里面，可以确保它的一个执行。那后续我们会采取一个滚动式管理的一个方式，滚动式的来做一个检讨。那我想农民的一个反应以及地方政府的这些意见呢，跟实际这4年的一个执行面，我们会持续来做一个关注跟整个政策上的一个弹性跟调整。那政策的一个执行，也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全民一起来共同支持跟努力。谢谢。不过你啊讲到礼拜嘅发展休耕地嘅目标，伫喺讲希望在后生人在做农村内，假使讲用行较友好嘅管理嘅政策方式呢，迄咪做写到后生人对政府对政策要有信心，对农业要有产生新嘅兴趣转到农村内。唔过先看一下，一般嘅后生人讲，一般嘅农民对你啊政策，係咪真正在写到后生人转到农村做农，其實想法係乜嘢呢？现在有很多科技新贵回来做，他们的 idea 很好，他们把那个科技的东西引进来农业，异业结合，然后透过网络去行销，这个都是很好的。大面积如果很多人种植了这同样的杂粮，比如说小麦种植了以后，那小麦它要卖给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衍生出这个农作物会不会荒废，或者是衍生出很多杂粮，然后变成收购价一直往下降，这些后续的通路或者是谁来收购的问题啊，都还没有产生之前，觉得不宜太冒险，大量的让农民去做抢做订单农业。那么换言之呢，以生产出来的品种韩国呢品质韩国的价格，围绕呢农企业讲清楚。共和由农会来做保证，然后呢生产出来的所有作物啊，
能够直接呢由呢这些农企业来收购，所以呢可以开辟呢柜子到台六的视窗，那么然后呢由农企业做订单的生产，那上了个土地呢可以慢慢呢来活化。新时代当然有新的政策、新的想法，不过头下那个青米在旁做开旁是告诉我，伊头摆农业主位，伊说讲到农企业吼，可能农企业到台湾嘅老百去寻单单寻那种嘅销售的通路哦，都在国内的市场还有限，农业国的市场还太啦哈，是讲是不是将来这个农企业的国外接单、台湾生产、少量多样化这样的一个契作模式，在这一波这个我们在整体检讨活化休耕地里面，是应该要被比较有前瞻性的提出来做思考，然后做相对应的配套措施的这些一并的制定。其实也不能盲目的生产同一个作物大面积了尤其是在这个市场的行销的部分，必须要优先掌握。那我刚刚在跟各位说明的时候，有提到这个契作业者，目前我们正在盘点我们国内的这个部分，包括这个国内自己需要使用的这个部分，还有这些国内的这些厂商，它有可能可以做一些加工，然后再外销的这个部分。那我举2个例子，第一个，国内业者所需要的部分，那近期我们跟这个味全公司，它有做一个接触。那味全公司呢，它一开口，它就需要有400公顷的一个农地需要来种植牧草，因为它希望能够做相关的一个除料作物的一个供应。那这一个部分，除了它本身的一个企业之外，它也希望能够有供应其他的一个酪农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做法。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所举例国内供应的部分。那第2个，刚刚有提到具外销潜力作物，那毛豆，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它在国内生产完之后呢，它经过它的一个加工技术，那台湾的品质也获得到世界各国的一个肯定，那它就可以来做外销。那我想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契作业者的一个名单，然后再加上我们跟农会合作社场这些农民团体组织的部分，能够来把它做一个有效的整合，那加上改良场的一个栽培技术的一个配合，我想从整体的种植到后续的一个行销，我们都会来做一个属于比较完整整个产销供应链的一个配置。OK， 好，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陈教授，就是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配套，您觉得够了吗？让农民所生产的东西，那它可以销售出去，而且销售出去是在合理的价格。那其实我们听到说，比如说某些的酱油的公司，他一直想用我们自己生产的黄豆来提炼酱油，那将它所提炼出来的酱油的价格是可以比一般你传统进口黄豆所提炼的酱油是高了好几倍。所以我觉得政府的责任，如果是可以透过契作的方式，所谓契作的方式是要找到厂商跟农民来契作的时候，那我觉得只要政府做到这一点，那其实是政府就算达到它的一个目的。那其实台湾目前农粮署所推广最成功的这个契作的模式，就是叫做良知米的生产专业区，目前大概有15000公顷。这些参加良知米生产专业区的稻农，它的收益或者是利润，都比没有参加契作的至少每公顷1年会超过4万到5万以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所以很高兴看到说，苏组长说政府已经有注意到未来我们的生产方式是要采契作的方式来生产。OK，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郭教授，就是说，刚刚陈教授提到的黄豆会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吗？就是说我们在讲适地适种也好，台湾这块土地适合种黄豆吗？或者是哪里适合种黄豆？我觉得在几个农委会规划的这个转作的这个作物呢，黄豆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每一年进口那么多的黄豆呢，但是90%都是基因改造的。也就是说，我们台湾有200万的素食的人口呢，但是吃的都是美国饲料级的黄豆。这个饲料级的黄豆呢，里面都是基改的成分，而且有很多的那个除草剂
的这个污染都很多了。所以很多人为了宗教或者是健康因素去吃素，就吃了这些美国基改饲料级的黄豆做的这些豆制品啊，但是主要蛋白质来源，结果反而不是那么健康，对台湾土地也不健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在这个黄豆的这个推展上面呢，那么特别要去用心了。也就是说，等到我们例如说要种个6万公顷、10万公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就特别需要这一个我们整个产销链。例如说，这个我们怎么能够确保这一个加工厂它用的是台湾的这一个比较贵的这个本国产的黄豆，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去从美国进口饲料的黄豆来做加工呢？那这个就变成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规范，有很好的这一个设计哦，如何把这个在地生产的这个黄豆呢，用一个品牌让这个消费者能够很清楚的我在这一个传统市场买的这个豆腐就是国产的这个黄豆生产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觉得整个政策才算是圆满的成功。好，想要强调一下陈文良先生，到底他扮演伫要都要用种舞体的，唱嘛？好，舞体的哈，那舞体的你就可以拿来做挑呢，还讲拿来做挑夫，甲用做种出来的迄种的传落的钱多啊，唔多啊？叫舞体的吼，因是做叫挑呢动物师啦，好卖无？当然去做过啦，这是抹茶啦。抹茶。问题是讲，伊讲，家私，伊讲家私嘛。家私是安尼种的啦。种的嘿啊。我做的也是错啦。很大个啦。很大个吼。甲迄因为讲，假使坦白讲，太面积的种黄体会比种马个较简单无？较好种无？较好种，不过个工程较大。有没有我们比较年轻的农民回到农村？您觉得契作也是一个你愿意投入农业这样一个生产一个很重要的诱因的？投入农业生产是，我觉得像台湾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应该还不少，但是说实在，我们这辈年轻人有一些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种植经验，所以我们在初步跨入这个农业生产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要去哪里体验？要去哪里学习？还有我们种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养活自己？对我们自己来讲是很需要去抗胜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今天我们的政府能够把这个契作厂商的 menu list 出来的话，那我们可以知道哪边可以跟他们做一个 touch 的话，那跟他们 touch 完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那怎么样获得技术？怎么样可以让还有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去把它销售出去？能够把这些让我们在投入之前让我们安心，而且让我们知道，可能我们在初步投入之后，那个1000万名车一台买下去都成本很大，所以没有办法安心的话是。对啊，而且说实在，农业生产不只是生产跟契作销售，它中间还有一个中段的处理过程，包括干燥、包装、运输。那这些如果可以也让我们安心的话，我相信这片土地上的这些台湾的年轻人，有更多会愿意踏进去农业生产这一块。尤其在气候异常对全球影响这么大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有这个热情的年轻人应该还是不少的。谢谢大家。好。那苏组长看到了这位新的胜利军哦，他其实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也是蛮实质的建议。是不是先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年轻的35岁的农民？青年农民进来的时候，从哪里学习这些技术，以及相关初期进入的时候，可能也需要一些帮助跟资金的部分了哈。那这部分我们也有想到，在这整个计划的一个配套措施里面，我们结合了这个青年农民的一个返乡的一个辅导措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除了农民学院农民学院之外，那我们也结合他的一个见习的一个课程，也就是说，农民他取得农民学院初级之后，去见习农场见习4个月，4个月大概是一个期作的期间嘛，4个月到12个月的这样子的一个期间。那去见习农场的时候，我们会补助见习农场，大概是每个月1万块，但是见习农场会支付这个青年农民你们的见习的一个工资，会支付你们见习工资
1个月或者是4个月或者是1年期满之后，你们会回到乡来做一个要做种植嘛？那我们会请农会，或者是由我们的各区分署里面会来协助你们来从事这些农地的一个租赁的一个作业。那初期也不希望你们一下子就投入太多，我们可能可以评估每项作物，譬如说水稻，就是以3公顷来做一个初期的一个模式，来先做一个管理。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再来做一个逐步的一个扩大，有信心我们再来继续来做辅导。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配套。那这个是我们针对青年农民的部分。那刚刚也有提到资金的部分，包括这个农机具的一个补助，然后还有后面资金的一个低利贷款的部分。那我想我们针对青年农民的部分，我们会来做一套比较完整的一个配套。那接下来我请台上来宾一一做这个最后的结论哈，是不是先请我们这个李信武李班长，就是说针对这一次的活化休耕地杂粮转作这样的一个政策，您身为我们台湾第一个小麦产销班的班长，有什么建议没有？我们农粮署现在所规划这样，我们农民大部分比较有信心了。说怎么来规划？农粮署有确定这么确定这么广大，给我们农民这么大的信心，我们可以有信心来耕种。张先生呢？首先我要感谢农粮署，这个计划真的是对我们农民很大的帮助。而且我目前已经开始在着手进行，就是把目前我邻近的农地有2期休耕部分我现在已经在鼓励他们说，是不是把农地让出来，然后让我们有意愿耕作的人，我们就接受我们的委托经营这样。所以这一点我肯定农粮署。陈先生咧，你对了白个发发休耕地来做测量的转作因为安样个政策好啊唔好，有咩建议嘛？也政府的政策也讲少期安尼讲出来是做得啦。做得人家讲中央人就讲，就继续过来实行，过做落去啦。咁要现在来种嚟天数中无？讲一条路啦。讲一条路啦。人做讲有奈做几多就算几多安尼。至少起来做嘢较安心是出来。是啦。好，那张木村张先生呢？也希望我们这个杂粮转作这一部分活化的这一个项目可能对我们农地上的使用上，但是可能就是4地4种这一部分我们需要我们这个农政单位要用心因为哪一个地方适合栽种哪一种绝对是不一样的。对。而且需要这个项目杂粮的项目多元化。多几个项目，让这些农民来选择，然后来轮作，对于地力的保持也好，各方面都会比较好。谢谢。好，那我想从这个郭教授开始好了就是说，就是针对我们今天讨论，你做一个总结这样子。是我很期望这个计划能够成功，但是我更希望呢，农委会能够把台湾所有的农地呢，当做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只有我们台湾全面的这个农地能够全面的恢复耕种呢，那我们农业才有希望。那陈教授，其实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政策大方向是正确的。那我们刚刚少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农地如果连续型休耕的农地1公顷2期的补助减为1期的时候，那这些农地怎么活化？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农地的这个租赁的这个资讯要清楚。你要让想要承租，比如说我们年轻的农民要进入农业生产的时候，我要在哪里租到地？那这些那个连续型休耕的地主怎么把地再出租出去？现在不是已经有农地银行了吗？农地银行你觉得运作的不应该是属于一个叫做农地的租赁市场。农地银行里面因为这个农地是只能在做所谓的经营权的出租，而不是所有权的买卖。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一个地方农委会可以再把这个土地、农地的这个利用的这个资讯系统，可以更透明化的话，那我想可能会更有帮助。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所谓的配套措施的话，那这个配套措施里面，从所谓的整个政策的，不只是要延续性，而且要一致性。我们不能重到比如说2005年、06年鼓励农民种植所谓的
其他作物来做生产酒精汽油，然后结果就立刻喊停，或者是说本来你在推广所谓的产销履历是一个演好的政策，那因为不同的主政而改变你的这个预算的编列的时候，其实将对农民是伤害，所以不只是要延续性，而且要一致性。好，那我想最后想请教处长，就是说，其实今天大家对于活化休耕地这件事情是多所肯定的，但是也针对目前所推出来的政策配套，相对应的配套有很多的建议。那针对这部分，您回去书里面之后会做什么样的这种报告，或者说书里面会做什么样的因应对策，是不是跟我们大家先做一个预做说明一下？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乡亲跟在座的各位哈，能够提供我们书里面这么宝贵的一个意见啊哈。包括这些农机具的一个需求，包括这整体的一个配套的部分，刚刚也有提到农地银行在租赁的部分哈，我们要加强，把整个这个内容资讯再透明化。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也要请各改良场所哈，把各辖区内适合种植的作物，刚刚所提到这些进口替代作物，包括地区特产作物，要把它规划清楚，而且要把它做一个整个所谓生产推广专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做一个推动。那我想，这个计划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计划了哈。农委会陈宝基陈主委他在这个部分花了非常多的一个心力。那我想这个部分主要是把我们连续休耕农地所造成的这些病虫鼠害影响林田耕作的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所造成的这个地租让青年农民不容易回乡租地种植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并把它做解决。也感谢主持人能够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来直接到现场现地来接收这些第一线第一手的讯息。我想我回去哈，我们这边也有分署的同仁在，一定会把这些意见纳到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再来做一个修正。好，以上。像村民太平的这边都在种的哈。北风落雪的情况之下，讨论对台湾的休耕地关心的议题，也值得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共同的关心。也请下礼拜持续收听村民太平，持续带领关心台湾人的土地。希望大家支持再会，谢谢。